再来看这中华农民呢，嘛是同款，因为花甲沙风台带咧等，那是因为整日转的这7月大水雨，已经互葱仔甲盐水酸断甲真严重啊！这阵啊，这葱仔呢，你要会当收成，所以大家呢是足惊因的心血会搁再乌有去，而且嘛因为产量真少，这阵啊这葱仔甲盐水呢拢真贵，所以餐厅的业者只通欠啊用。 农民伫田的损失，因为7、8月大水雨，互中华的葱仔产量减真济。即阵仔继续悬甲惊人。虽然花甲沙风台无直接影响中华，农民嘛是真烦恼风台会带来灾情。大概种了2个月左右了，然后大概还要1个多月可以采收。没有灾害的话，价格可能到中秋后续会慢慢会下来这样子。现在葱的批发价大概是240啊。 除了葱仔继续悬，盐水共款因为7、8月大雨影响，损害严重，起悬价。根据农粮署市场交易的资料显示，拜二葱仔1公斤的平均挂价是244块1，盐水是380块6。餐饮业者就表示，成本实在伤悬，嘛只好欠啊用。葱还没降下来，台风又要来了，不会说少到很多了，就是稍微少一点点了。客人在现场伊也要挨，我就来参啊那样。这样说今天今日要。 卖菜，有讲伊今仔无爱卖啊，要伤贵吼，伊就无爱卖啊。那个香菜就是涨价，老板娘会有限制吧？台湾7、8月大水雨和菜色继续直起，尤其葱仔甲盐水的继续起上济。餐饮业者无奈表示，希望风台莫阁带来灾害，和农业生产甲市场继续会当早一日恢复稳定。记者杨思晴综合报道。